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7篇，约珥书第3章第9节到16节，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羊群。羊群必须爱跟对雇羊的人的脚步，也就是讲，咱咧讲绵羊群本来就真会晓跟对雇羊的人，就好像亲像约翰福音10章耶稣的譬喻所讲到羊圈的这个譬喻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4节到第5节的经文，安尼甲咱讲：既然放出家己的羊来，就伫头前行，羊也对着伊，因为认得伊的声。羊袂跟对抢分人，因为毋捌伊的声音，一定会逃走。羊群捌雇羊的人的声。羊群会对伊，袂去对抢分的人。羊群不但袂会跟对抢分的人，佫会逃离抢分的人，因为因无熟悉抢的人的声音。咱咧讲羊，或者是羊群，就亲像圣经中间所提到的无花果同款，拢是咧指以色列人。或者是讲属于上帝的人，当然也会通用来了解是针对基督徒来论的。如果羊群无跟对雇羊的人，就代表因已经脱离雇羊人的看顾以及保护，将来必爱面对这个困境。拄着困境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绵羊的譬喻中间，迄只绵羊同款。旧约中间，以色列人就亲像绵羊同款，也好像亲像山羊仔同款，因无听趁上帝的声音，因宁可去敬拜偶像。以色列人需要被提醒。回转归回到伫上帝的真道顶悬，一旦因归回上帝，就必定保守因。约珥先知伫预言上帝将来要审判遐个逼迫因以色列国家甲人民的人。先知安尼来宣告，要伫万国中间宣告。准备烧战，调集战士，集合所有的军士兵来进前，将犁残的刀拍做刀剑，将镰刀拍做枪。就算是软弱的人，也得爱上战场。四围的邻国赶紧前来。集合伫山谷的中间，上主啊，求你差遣你的军队攻打因，万国就爱准备